在氣象署針對台中、彰化、雲林嘉義發布雷公雨災防信息，水利署也發布淹水的警戒。彰化雲林有不少所在，今日雨量已經超過200毫米，犀利是路上濟。這國菜市場附近淹水真嚴重，也若是員林在信義巷水是淹到有遐爾深，住戶都愛坐樹齡船鐵哩。大水淹入厝內，雖然雨勢已經較緩和，但過厝內積水也是無退。彰化縣員林市信義巷捌水淹到腰的，消防隊27早起6點協助撤離9個住戶，市公所也設置臨時收容所安置。我們派遣到信義巷那邊，總共撤離有9位民眾。那撤離之後，由公所來做收容安置。4、5點。我開那個2樓窗戶看一下，那個車子都泡水了啦。就是我趕快叫孩子他們下來整理。員林也有真儕所在，攏因為大雨淹水，包括南平路、南昌路、大東路、正秀路等幾個路段，也是嚴重淹水。另外，伫永靖鄉同款是淹水災區，永夏路的積水真歹消退，也有轎車無險通過。偌大雨進前蠻捌啦，之前去年有一次淹到你們這邊了。台中市也傳出南山的災害，烏里區環中路8段787巷因為公雨溪漲起來，將4棵為稻田內的稻草攏衝出路面，塌地排水孔了後造成淹水，附近的居民透早起來，就趕緊清理塌地排水溝的雜物，也有民眾使家己的小山鳥加速清理的速度。稻草全部都塞住了，他之前有這樣過，以前很久沒這樣，很久沒這樣了。在拉尾仔5點左右，南投仁愛台14線羅山軍龍橋靈鳳坑出口也因為大雨出現大量流石。到暗時啊，山邊遊園繼續幫路雙向交通中斷。好在在無造成傷亡，警方甲公路單位已經緊急封閉道路。本分局接獲通報，派員於道路兩側管制，維護民眾安全，也通報相關單位。另外，雲林為半暝開始也繼續落大雨，包括西麗、虎尾兩地區出現淹水，其中西麗27到11點的累積雨量已經突破230毫米，全國上懸。好在在天光雨勢較細了後，積水已經慢慢來退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